9点半到12点应该是全球治安可能交通什么应该都是最好最通畅的。大家有看阿根廷跟法国吗？有。传道为了公平，各买法国跟阿根廷各一件衣服，所以谁输了都没关系。大家买。好，知道大家从早黑到现在应该都蛮累的蛮累的今天要讲的圣经章节是传道书，传道书读起来让我们真的很有盼望。我们来看看我们台湾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尤其现在在世界上面风雨飘摇，看到一个国家跟我们断交，然后对面拿了枪杆子在恐吓我们。但是台湾不管怎么样，再怎么乱，它总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有钱的人可以移民，没钱的人只能留在这边。像传道，其实我也不想回金门。台湾住的时间已比金门久了，我也不想离开台湾。台湾再怎么不好，就是我成长的地方。但是如今台湾这个岛屿，呈现了两种微妙的关系在发展。当我们台湾，我觉得科技网络一直越来越进步，真是医疗也很进步。当我们在生活上面各方面越来越好，当我们教育也越来越普及，我们每个人的知识水准越来越高。当我们所住的都市，尤其是台北市，交通福利越来越好。我看了昨天特别跑去我们的松山站，捷运中山站，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盖好的吗？我以为是很久了，没有嘞，这2年了，对不对？他那边写105年呢，捷运通很久，捷运中山站，我们这个出口可能是我们的出口还是什么？105年才有。我们交通越来越便利，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被其他国家所称赞。这一切反映出来，我们台湾真的打拼的这个成果，真的很骄傲。我们骄傲台湾被世界看见。今天的台湾是一个不分族群、全新的台湾。大人在吵的时候，我常问子鱼子群：你们是哪里人？台湾人。对，他也不会想说他是金门人，金门是爸爸金门，在台湾他们是台湾，认同台湾。我们在每个岛屿，我们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台湾人。可是当我们看到两党在政治上两党一样吵吵闹闹，然后私底下他们贪赃枉法，如果等你们大一点，就知道。那些立法委员、民意代表，这多可恶，你就知道，他们都为了自己在计算。当现在的社会，我们看到杀人事件、偷拐抢骗，一样在你我身边在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不会在我们身边发生。前阵子华山的事件，大家知道吗？他竟然是信贞姐她朋友的女儿，在双联教会聚会。就是华山，把人家杀了他的婚尸，眼睛要能挖起来。当台湾这样一件一件，不是这个从2008几年一直开始，台湾这个杀人事件一直在发生。当台湾人活着年岁，我们说哇越来越长，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活着越来越不开心，我们的内心越来越沉重。我们常常很多人有文明病。忧郁症、自杀，以前哪有听过有忧郁症？赚钱、生活下去都来不及了。现在很多文明病、奇奇怪怪的病都跑出来。当我们看到财团每个县市欢迎各财团到各县市去建厂就业可是这个当中我们又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件，一件一件在发生。如今是台湾史上贫富差距最大的时期，社会问题也是最严重的。比如我那时候从金门，30年前从金门来到台湾，我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跟我讲，台湾很恐怖，你要小心。所以我晚上不敢出门。有钱我上次讲过，有钱我就藏3、4个地方，因为一个地方被抢了，剩下其他地方钱口袋藏，小袜子里面要藏钱左右钱都要藏，甚至里面都要藏。可是我觉得现在比之前更乱，价值观也越来越偏差。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我们就说吃一样的米，做一样的教育，为什么2级差那么大？台湾人共同打拼了60年，
不是应该创造一个全新的台湾？不是应该会创造一个越来越进步、文明、和谐的台湾吗？怎么反变成越来越贪婪、骄傲、自大、冷漠？我亲妹妹，那时候几十年前，她住桃园，那在桃园的地方，那比较偏僻。有一天她下班，她经过一个旁边有农田然后一个路，被抓进去，还有人救她。今天我们听过很多故事，有一个人听到里面在喊叫、喊救命，他冷漠，他不去救他，后来回去发现那个是他女儿。社会新闻真的有这样子，我们台湾真的越来越冷漠，台湾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爱的一个台湾。已经21世纪了，教育改革也喊了很多年，我们这些考生非常的辛苦，考试的压力、竞争没有变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很不爽，为什么？薪资那么低，房子卖那么贵，买不起，不敢结婚，不敢生子。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会长，圣经的会长又好，那天求婚成功，给他掌声鼓励。对，敢求婚、敢结婚很不容易耶，不是像传到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有钱没钱，娶个老婆好过年。娶老婆是一起来打拼的，娶老婆是一起来打拼的，不是现在说我没有钱，我没有房子不敢娶，那个娶老婆是不一样的。转到每个礼拜，我们将会有社区社区领导组，礼拜1到礼拜4、礼拜5，在中午吃饭前，我会用箴言或者是那天的感动，我会跟他们分享，我会连接社会的议题，我会发现到很准。我那天祷告灵修的，跟社会议题发生都有关。你们知道这一阵子最流行的社会议题是什么？你要考试一定会考14题，最近发生问题最大是什么？杀人，对，就是杀人啊，就是我去调查一下，杀人总共在哪里杀？第一个，早上你起来运动的时候，人就给你一刀。捷运上，从正节开始就流行在捷运上杀人。为什么捷运上杀人很好杀？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干嘛？滑手机、看手机、滑手机、听耳机。所以有一阵子，正节事件之后，整个捷运那个车站车厢里面最棒就是没有人在滑手机了。为什么？因为那阵子我也在做，我都这样，随时很小心。我不想一定有，我就拿个雨伞，问他可能平的正节可以从这边一路杀过去，都没有人反抗，我就觉得很离谱。这样一路杀，因为都没有人有知道说，如果你今天知道有在那叫，一定会马上冲过来2、3个人把他弄了，还有在路上杀人，当着妈妈的面前把小孩子的头发砍掉。21世纪台湾，你不觉得很离谱？好像在讲天方夜谭的事情，对不对？这些在场老人家听了之后，每人就平安，他们很害怕那宝玉姐说没关系，我还好，我是游泳，他游泳，他不会有危险，他在游泳这些老人家开始怀念什么？怀念早期农业时代粗茶淡饭，吃个稀饭配酱油。我小时候也有稀饭配酱油，真的好好吃简单没有烦恼，幸福的日子。人与人之间很单纯的聊天，不用担心他跟你讲话是要来诈骗你的。他们说怎么会现在人性竟然坏到这么程度？他们活了70、80岁。今天经文所说的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其实传道书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在提醒我们。第9节这么说：已有的事，来放一下好了，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请。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真的没有新鲜事。圣经所谓的日光之下，就是我们所谓的太阳照得到的地方，那是指哪里？是我们生存的空间。实际上没有什么你认为是新鲜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首先是时间不等人。
当我们刚11点半宇翔带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很开心敬拜上美神的时候，请问11点半还在吗？2018年7月1号11点半已经不在。当我们看到我们很多发明的东西，我们很赞叹，但是这些新的东西随着时间，它就会变成旧了。我就不晓得还有多少人慢慢再经过10年，苹果的创办人可能很多人不会忘，才记得他。日光底下并没有新鲜事。传道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在民国7、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网络科技还没那么发达。当我第一次开始上班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老板配给我一个 BB Call。有听过 BB Call 的请举手。一看就知道超过30岁了。这些都没听过啊！你 BB Call 不是手机BB Call 就挂在这边，然后你响的时候，你很开心，就赶快找公共电话，然后喂什么事？我是阿姨就回电话，懂吗？那叫 BB Call。我记得刚上班的时候，哇，好开心好骄傲，带一个 BB Call。可是过不了多久，新的产品出来了，手机、行动电话，那就叫行动电话，那真的是很大一只，摩托罗拉很大一只，差不多这么大一只很大一只因为传道有卖过很大一只。可是不晓得多久，这几十年之后，摩托罗拉还有Nokia 这2间公司怎么样？怎么突然不见了？随着时间，这2间公司都不见了。突然，很多新兴的手机的公司就出现了。我们一定有感受到，你看，为什么那么快？一代换一代，改朝换代。我们一直觉得好像摩托罗拉、Nokia 是一个王者，怎么很快的时间它就消失了？我们也看到很多新的手机的公司也是一样，当新的产品出来，很快就消失了。这些只是用外在表现来的呈现。传道相信，新的科技一定会越来越强，一定会超乎我们所想象。可是当我们每次赞叹它的时候，随着时间，它又被淘汰了。今天在传道书主要的是在让我们看到生命真实的问题。传道书它的主角不是这些科技、网络、医疗，它的主角是人。因为存在这世上的本质从来不会改变，科技、医疗会改变，但是人的本质是不会改变。不管是以前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时间，还是现在，人们内心深处渴望那个平安永远都在。但是不管人如何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得到世上的地位、权势，甚至是金钱，老实讲，都没办法满足他自己的内心。亚明哥，上礼拜我有跟他一起打球，那时候人还不多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们公司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得到忧郁症，那么年轻，赚了钱赔了生命。他说他自己也悟透了，是不是他那个事情？我还没听他讲他以前的人生的看法跟现在的看法是不一样。其实我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努力了一个月，然后得到很多钱，其实心里头是空的。因为我们因为原罪的关系，让我们人得不到满足，我们贪婪的心永远会在我们心里面充满，而我们人反而会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一段你们年轻人也要听青少年的人要听，你不要以为临到你们，我们要随时面对的什么生老病死，随时会临到我们。你说传道我还年轻，不好意思，小根泡多大？小根泡代表他还小，随时会临到我们。我们人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灾难会随时临到我们。我们一辈子会受苦难的折磨，直到你归入土里面。传道书1章8节说：“来，还没有哈。万事令人厌烦，不能收尽。人眼睛如何观看也看不饱，耳朵如何仔细聆听也听不满足。”我们的眼睛一直想观看，观看什么？我们想要看这个看那个，看什么？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很多东西。我们眼睛一直欲求不满，我们耳朵呢？耳朵也欲求不满。我们人看不饱，听不满足。
所以传道者他接着说，一切仿佛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在世界一切的努力，在这个时候一点意义都没有，当然就没有盼望。日光底下无新鲜事。有一句话叫做“虎死留皮，老虎死掉它留皮，人死留名”。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大人物想要在这个时代留名？目前台湾也是，甚至是希望子子孙孙永远能够记得他的名字。但请问，实际上有多少个人记得某某人的名字？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忙碌，我们极力在追求、创造、发明一些新的东西。当我们很骄傲自己拥有了很多的事业、很多金钱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感觉在国家、社会，甚至在教会我们有影响力的时候，在教会有话语权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拥有很高深的学问、知识的时候，但是当新的一代接一代又出生的时候，他们会长大接棒。很残酷的，旧的一代就要黯然下台，离开死去。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人拼了一生赚了钱，当他走的时候呢，儿女为了钱、为了财产，杀来杀去。最近的新闻，大家看美丽华，那个是很大的笑话。所以圣经很早就看到，金钱永远没办法满足我们个人。我们感谢神，牧师的爸爸，他有很好的教育。当他离开，我们不会争吵。他们家里面在争吵，他也没跟他哥哥争吵。很安然的，爸爸离开，弟兄姐妹感情越来越好。可是很多人为了争吵，当你没有把信仰给下一代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人在世上如同寄居，如同客人，人两手空空的来，当那一天到，他也要两手空空的离开，能够带走不了一点的东西，连一台手机都带不走。有那个牧师的爸爸带了什么吗？我们给他戴一顶勇士的帽子，烧给他，戴了一个勇士的帽子啊。如传道书所在11节所说了，已过的世代没有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再纪念，因为在一代一代的速度，就如同每天的太阳一样，太阳升上来，太阳马上就落下，一代一代的速度这么快，在很快的时间里，没有谁会永远被记住。上个礼拜建成教会福音主日，我们请到一个叶明翰牧师，他有可能是我们建成教会培育出来第一位传道人。第二位是谁？你们知道吗？我们建成培养来的传道人，郑瑶，只有大家记得郑瑶。施珍彤，什么美玲？谁美玲？认识吗？金明的姐姐，还有你阿姑，你阿姑也是，还有没有？不知道。那我叶明翰牧师有多少人认识呢？叶明翰牧师有认识成几手？只有一个赵明。当会后的时候，我跟叶明翰牧师一起吃饭，我是私下问叶牧师，请问你建成教会，你今天来有看到认识的没有？几乎都没有。但是他怀念以前早期的妇女会，就是以前他阿嬷他们那些妇女会筹钱让他去读神学院，他连吴老长老佛院的阿公他都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你看才多久上，他都不认识。好，我们不要讲很远的事情，我们讲我们自己的亲人好了。到底你有办法记到你几代的亲人？记到你阿公的几手？阿公是谁的几手？阿公名字知道？好，举手哦。这边阿公不知道。好，爸爸知道了几手？爸爸。对不起。对，不要睡着了，睡着要稍微记一下。阿公还知道。
3个，走走，哎呦，剩1个，走，没了。人生就是这样子，很快没有人记得我们，一切都是我们所追求，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传道问大家，那我们人的盼望到底是什么？传道你讲那么悲情，那我们活的，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尹浩，你得的那个摄影的奖，有一天也没有人记得了。那虚空的虚空，我努力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啊！啊，传道书1章第4节这么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地却永远长存。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变迁，这个世界让我们觉得多么的担心，陷入多么样的黑暗。不管这个世界多么改朝换代，蓝的换绿的，绿的换蓝的，地却永远长存。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所占的土地永远会长存。常道，请问一下哈，读日新国小有几所？啊，日新国小来不上啊。请问一下，日新国小今年几岁？你知道吗？日新国小今年已经100岁了，今年庆祝100岁。很多日新国小的老校友，那个什么谢长廷也是啊，连战也是哈，哦，他们一定也都忘记了。可是日新国小，我每次经过它围墙有一个很大棵那个老榕树，我不晓得它是几年的。相信啊，50年之后，弘毅哥你还在吗？不一定。可是那棵老榕树有可能还在。那个老榕树有可能在。我每天去都说，那个老榕树有可能还会在。我们的土地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不见，上帝所创造的太阳也不会因为时间一样每天早上升起，晚上降下。我们看到的河流的水一样会聚集到大海里面，但是当太阳一照，河水又变成水的蒸汽，又回到了陆地。太阳一样的照，水照样的流，风照样的吹。这世界是我们上帝在掌权，而不是人在掌权。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不是要追求那看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追求那日光底下看得到的东西，而是我们要追求那日光之上的东西。日光之上的东西就是上帝。唯有上帝，他才是永远的掌权。唯有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才有盼望。马太福音24章35节这么说：纵然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上帝永远的掌权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当我们每一个人受上帝的呼召来到教会，传道很开心啊，看到很多青少年又回来有手受伤的好了吗？骨折的我们都很关心你，都有在听你祷告。教当我们承认基督徒的那一天，带给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黑暗，很多人没有盼望，上帝亲自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我们的痛苦，耶稣替我们的吗？替我们担。上礼拜你有听那牧师讲吗？他替我们担。我们的痛苦你可以交给耶稣。又因为耶稣战胜死亡，他3天复活升天，我们会跟着一样得荣耀。我们要把我们的旧衣放掉，穿上我们的新衣。很多基督徒常常忘记，他要穿上基督的新衣。而我们这个基督的新衣要24小时穿着，你不要以为是上班朝9晚5穿着，下班就脱掉，不要，你都要穿着。因为我们是新创造的人，我们要在地上，虽然我们一样同样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将会经历好像在天上一样的荣耀、平安、喜乐。因为世间你不穿着的话，世间的凶神恶煞随时会来找我们。当我们穿上基督的新衣的话，
他会替我们把凶神恶煞挡住。这个也是上礼拜耶稣是有讲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成为天国的子民的身份，这样的身份让我们充满盼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主、万王之王，他掌握创造的一切。如果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话，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属于皇室的一员啊。那你爸爸，我们的老大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叫老爸，所以我们要放胆活出我们尊贵的信仰的生命。我们不要畏畏缩缩，我们千万不要畏畏缩缩。我们当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那就不会再是虚空的虚空。又好，放胆求婚，放胆结婚，一切不会虚空的。上帝祝福你们。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上帝美好的计划，不管我们是领1000的、2000的，还是领5000的恩赐，只要我们愿意将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事尽忠的完成。我也很谢谢黄信那天陪着传道在地下室里面整理，我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尽本分追求那眼睛看不到的，我们要尽本分追求那上帝的同在，我们才有办法经历有盼望的人生。如果现在你的生命非常非常的乱，那一定你要去调整，你的方向不对，你要去调整，你的方向不对，你要去做调整。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很少碰到7月的第1天，也是第一个主日。7月份是我牧师传道，我们一家人来建成教会满1年的时间。我想这1年我们上山，上哪个山？9份山。我们下海，下哪个海？垦丁海。我们在篮球场上分池，我们一起建造教会，我们一起欢乐，我们一起哭泣。在这1年当中，数算蛮多的一个恩典，有好多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在成长。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因为这1年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来建成教会已经很久，跟大家也不再那么的陌生。当然，这1年我们越进一步了解建成教会的历史。当我们在这1年，我们越深入弟兄姐妹的家里去探访，参与生老病死的，在跑医院、主持告别式。当我们参与建成教会一点一滴的建造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建成教会是我们上帝所爱的教会。这个爱没办法表示，我用台语来讲，建成教会是上帝疼惜、疼惜。疼惜的教会，在69年的教会的历史当中，有许多信仰的见证人在我们当中，是我们信仰的前辈。他们一辈子抓住主耶稣这个宝贝，他们一辈子把他们身上所有金钱、他们退休金奉献给教会。他们殷勤的做工，他们帮助福音广传。我们建成教会帮助了10几间的教会，开拓了教会，他们成为弟兄姐妹的典范。这些美好的见证人，他们不是像目前世界上那些所爱做表面功夫的，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不想做老大，他们没有一个想要在世界上留名的，他们更多的都是在暗暗的、很谦卑的在做他们的事情。他们凡事忍耐，凡事包容。他们付出爱，他们牺牲，不管在教会、在社会，他们都拥有好的名声。这些信仰的见证人，他们的一生也遇到许多的艰难困境，甚至身体病痛的折磨，但是靠着主耶稣的爱，他们一关一关的过。这样美好的见证人，有的已经过世了。有的如今仍然在教会里面和我们一起生活，和我们一起打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本都应该成为那美好的见证人。
不是吗？因为上帝的话，因为圣灵的力量会带领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委身在各团契牺牲奉献服事的时候，昨天很开心看到大家都看到凯华在洗菜，当他委身那个时间委身在那边洗菜的时候，当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在团体里面彼此原谅，弟兄姐妹，当我们同心合意，我们建造教会，我们愿意一步一步慢慢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那丰盛有盼望的生命。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你是我的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一生来追求主的同在。恳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世上的岁月能够有多久，我们每天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天经历丰盛的生命，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